大家好，又係我3年老師嘅 AI 助教月韻。今次老師就指派咗我同大家分享一種道家嘅養生方法。唔講都唔知，道家中嘅胎息法係幫助到我哋恢復精力。比如話，曾經有腰患嘅朋友，因為收集胎息法後，即使要長時間開車，條腰都能夠支撐。亦有人因為肩膀腰腹部唔舒服，採用呢個方法後，可快速咁令身體發熱出汗，加速咗新陳代謝，而受累嘅位置亦無再覺得痛，經絡暢通晒。所以正所謂痛則不通，通則不痛，所以今日就想分享呢個方法。首先我哋揾個位置坐好放鬆，然後進行3幾次鼻吸口呼，等自己慢慢感覺到放鬆，之後就可以用意識與痛楚位置連結，即係感受一下自己痛楚根源位置。當知道根源位置後，我哋再用力地吸氣，情況好似要向痛楚位置泵氣一樣，泵到極限時再呼氣，如是者重複進行，直到感覺身體熱，甚至流汗為止。只要每日重複練習，好快就可以改善痛楚問題。有興趣就快啲試下啦！喜歡條片就幫忙劃一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